OK，啱啱啊有位嘉賓啊叫 Daryl 就問啦，父母咧喺係香港有物業喎，咁如果佢他日離世，咁點處理？咁啊咁啊，父母係我相信如果咁問就應該係佢香港人啦，係係咯，香港住喺人，應該喺英國住啦。如果唔係就唔使要交啦。BNO holder 佢住喺邊啊？佢會國籍都冇關係，即係佢揸咗咩 passport 都冇關係，住喺香香港。港。哦，OK，咁啊好簡單啦。OK，咁相信阿 Darryl 你嘅屋企人，咁佢係香港，咁我舉個例子，當佢係住開第一城又好，太古城又好咁樣。咁當佢哋兩個年老嘅時候，啱係嘛？OK，咁樣嘅話咧，佢哋離世嘅時候，OK，好不幸，OK 離世嘅話咧，咁對於你，假設你就係仔女啦，OK，承擔呢一個資產咧係冇遺產稅嘅。OK，正如我頭先所講，因為英國嘅遺產稅咧係個先人去負責嗰個稅務嘅責任，就唔係個後人咧接收嗰個嚟去收貨嘅。咁所以個咧你就唔會有呢一個 exposure。但係如果父母有一日決定就話，誒，我同阿仔阿女你喺英國度一齊團聚啦，亦都喺度定居啦，咁就要留意啦。OK，佢哋嘅海外資產就會有機會 expose to IHT 咯。係啊，咁啊，不過呢個就稅項嘅問題啦。咁我呢度補充少少啦。咁啊，我哋過去呢幾年實在處理太多呢啲 case 啊，就係即係子女啦，移民咗呢個英美澳加之後咧，就係父母有遺產喺香港，特別係物業要處理啦。咁翻到嚟就係究竟邊個子女去負責去管理啦，賣唔賣啦？究竟我賣嘅時候價格係點咧？如果本人唔喺度，跟住翻到嚟要翻嚟幾多次去？我有個加拿大移民咗加拿大嘅客戶咧，嘅家庭咧，佢哋係有7個物業，今年翻咗嚟應該係10次，就係去為咗管理嗰啲物業，因為哇！香港嗰個真係慘，咁啊，但係喺加拿大做醫療體系嘅其中個太太，咁所係以都幾係，煩。咁所以其實有陣時，即係如果我哋成日都話，就喺個成個 family planning 上面啊，就係如果係嗯有嗰個，即係喺個你係究竟有啲咩可以做咧？係咪頭先Oscar 所講嘅一啲 will、一啲嘅 trust、一啲嘅 FIC 咧咁樣？咁我又唔好冇我 share 一兩張 slide 啦，因為今日都都好啊，都都，唔係我呢邊我想講都11點啦，你哋未嘅，OK，係啦。係啊，咁一張 slide 啦，咁我諗都係Oscar，即係都係 ref 翻頭先 Oscar 所講嘅嘢啦。咁就係話咧，其實嗯咧喺asset 即係有啲我哋叫做 asset structuring 啊，即係資產結構上面啦。第一，信託嗯當然係一個選擇啦。第二咧，頭先我哋都Oscar 都有提及過 FIC 啦。其實我哋都幫我哋客戶咧，其實都建議咗唔少嘅客戶啦。如果佢哋有啲資產結構適合嘅時候咧，其實都會用到 FIC 嘅。咁啊，第三個結構啦，可能以前就用 QNAP 比較多啦，即係一啲英國嘅退休金嘅組合會比較多啦。咁啊，而家咧其實都有啲客戶咧會用一啲叫做香港嘅 LPF structure 啦，一啲都係咧同頭先所講 FIC 個相類似嘅，就係將個控制權、投資決定權同埋個資產嘅擁有權咧，就將呢三權咧就會分開咗佢，咁亦都咧係可以咧幫客戶去做一個嘅資產管理。咁啊第四啦，咁啊客戶頭先阿 Oscar 就幫我提咗幾次啦，就係點解呢幾年咧咁多嘅client 啦會對一啲叫做 portfolio bond PPLI 咧會有興趣嘅咧？咁呢四個咧可能係近年咧移英家庭啦，移英移澳移加拿大移美咧。個用嘅工具就好唔一樣，咁其實個概念係啲咩咧？就係我哋都去睇翻，就係究竟當地嘅稅法同埋資產持有個架構咧，究竟可以用邊一個方式會好，同埋究竟你嘅資產係邊一個類型，究竟 trade 嘅 frequency 係點等等，係啦。咁冇一個咧絕對嘅方式就係話信託比 PPI 好，定係 FIC 就比信託好，冇一個絕對嘅優勢嘅。咁啊，每一樣嘢咧，其實頭先所講就係，你話信託而家好似已經冇咗稅務特別喺個遺產稅務嗰個叫做管理嘅功能，但係佢依然咧都有個傳承嘅功能。頭先 Oscar 第一樣嘢好好嘅就係，我頭亦都有嘉賓問過嘅就係話，究竟我俾多啲佢得唔得啊？但係我哋成日都講，究竟喺個家族傳承上面幾時俾幾多咧？即係就算如果個家族有10億，如果呢一刻先俾 Oscar，可能都已經太遲。如果早啲俾佢30歲俾佢，而家可能個家族有100億啦，係咪先？係。咁如果你俾我，講如果你70、80歲先俾嗰10億佢，佢已經享受唔到人生。但你20歲俾嗰10億佢，可能佢咧已經係一個即係已經可能係叫做 toxic asset 啊，即係話咧一啲有毒資產俾咗佢，可能佢影響到佢一生。咁所以咧，其實用1、2、3、4咧都唔係一個選擇嚟嘅，可能我哋唔係 either or，就係一個 combination。
睇下佢持有唔同嘅資產結構。咁咧，其實咧信託咧，我好輕提下個結構啦。其實可能好多嘅嘉賓啦，或者我哋面對好多客戶都會話：喂，信託咧係咪好貴㗎？好似咧，即係好似即係第一，我又好似冇咗個持有權啦，操控權又要交俾人啦。特別近來咧，就有好多香港同新加坡啦，好多挑戰信託啦嗰個問題啦，OK，亦都好多敗訴勝訴等等。咁究竟信託咧，好似有個神秘面紗咁啊，又貴，又好似冇乜用，又會俾人挑戰。但係現實上咧，其實過去3年咧，我哋自己本身都有信託牌照啦，咁都會建議客戶咧就係睇下佢資產咧適唔適合用信託。但係簡而言之咧，就係其實你嘅資產只係就係唔係用個人持有，係用公司啊、信託啊，定係用保單持有，幫你管理嘅嗰個咧都係一個法律文件嚟嘅啫。而到最尾幫你管理嘅就係一個信託公司、保險公司，定係頭先所講你一個嗰間公司嘅 management board，即係話你嘅父母去幫子女去做管理。而喺呢個結構之下咧，都會有成立人同埋受益人，即係話其實我哋香港人咧係咪唔習慣用 structuring 咧？其實唔係嘅。早5年、10年前咧，都好多香港人咧就係買樓嘅時候會用啲咩？會用啲未買過樓嘅人咧就去用佢啦，或者用公司買賣樓宇啦，去令到咧去管理稅款。所以呢件事大家咧係唔陌生嘅，只係咧大家習慣咗用香港公司持有香港嘅物業，但係去到其他地方，其實仲有其他嘅 structure 可以選擇。而咧個底層咧就係當中咧，其實信託結構咧同保單都相類似嘅，依然都係一個法律嘅文件，由保險公司去處理。底層嘅可能係唔同類型嘅資產，包括係現金，可能係基金投資、股票投資等等。咁正如頭先所講，究竟用邊一個咧，就好視乎咧，就係大家個資產個結構係點樣啦。咁啊睇先，啱啱我仲見到有個問題，睇先嚇。好，有位。係好，我哋停一停個分享先。好，係啦，夫妻二人各有500萬港元資產，若其中一人離世，配偶繼承不用交遺產稅。OK，但若佢都離世，遺產稅是不應。OK，即係兩公婆，老公唔喺度500，係啦，係啦，咁啊去咗老婆度，即係個老婆有1000啦。係。咁若他離世，那麼具遺產稅免稅額是否仍係咪500？我明啦。咁即係各有500，咁去咗另一個度，咁係咪仲係得？咁啊嗰個免稅額係咪得500咧？因為佢太太度，咁個免稅額會就係啦，係咪傳俾佢咧？咁樣嗰樣嘢，明白。嗱，OK，喺呢一個情況嘅話咧，其實就係當老公離世嘅時候，或者老婆離世是但啦。OK，咁假設你個遺囑就係寫我將我所有嘅嘢就俾晒我嘅配偶。OK，咁其實當然就係將嗰啲500萬嘅現金又好，資產就好，俾晒你嘅配偶啦。但係其實你個免稅額咧都可以俾埋佢嘅。OK，咁即係話，當第二配偶都離世嘅時候咧，佢 total 亦就係有1000萬，咁變咗咁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就話1000萬以上嗰啲咧就要抽40%，但係如果你係仍然喺以下嘅喺呢個 example 嘅話咧，其實即係話好大可能，而只要你做得好嘅話咧，就唔會有遺產稅，就唔好似我頭先嗰個 case 咁樣咧，就係話當第一配偶死咗嘅時候咧，就唔記得咗個老公 ，OK， 就直接俾咗自己第二、第三代嘅至愛咧就出現問題，咁呢樣嘢嘅話咧就值得要去同我哋啦 Vicky 啦，或者同埋加埋你嘅律師三方咧一齊去配合，就係話要準備嗰個遺囑，咁亦都可能值得一提嘅就話遺囑好多人都會問我哋就係咪寫一張就夠㗎啦？咁我自己私人建議咧，其實我都會覺得就係按照唔同當地嘅法律咧 ，OK， 雖然你寫嘅內容基本上大致係類同，但係往往咧係真係比較實際有效嘅咧，就係可能英國份、香港份、澳洲紐西蘭亦都有一份 ，OK， 咁因為我知道，因為正如頭先阿 Ricky 所講，每個地方嘅普及用唔同嘅資產配置咧都唔一樣啊，好似我自己本身都有澳洲紐西蘭嘅會計師牌啦 ，OK， 而嗰邊嘅話其實我係反轉咧係好大力支持用信託嘅，係好多人用信託嘅。香港就好多人用有限公司，香港人嘅有限公司咧就係一間公司就配一層樓，咁啊有成好多間公司，但係英國咧就倒翻轉就冇乜人用信託嘅。OK， 亦都開有限公司 hold 一層樓咧，就係一間公司 hold 多層樓，咁所以其實一個好 prime 嘅 example 就話 OK， 唔係一個 formula 就可以用晒喺全球咁多地方咯。
明白，係啊，不過呢個都要留意啊。如果我哋 multiple view 咧，都要小心咧，就係因為好多時候咧，每個國家即係個律師如果溝通得唔清楚咧，佢寫一張新 view 嘅時候咧，佢哋都有個 standard clause 嘅，就係之前嘅所有 view 都會係冇用噶啦，失效噶啦。咁係啊，如果你一咁樣定咧，就出事啦，就係咧會哦，原來你喺澳洲定嗰份咧，就係英國嗰香港嗰份咧就取消咗啦。跟住之後係啦，咧就係啦，係啦，咁所以咧其實點解有陣時要通過一個 family advisor 咧，佢去幫你去統籌件事咧，就係有成個 full picture 去揾唔同嘅專家去幫你 coordinate 嗰件事。咁調翻轉有陣時話 single view 得唔得咧？咁咪諗下，哦 single view 都係有樣嘢係得嘅，不過個問題得嘅。就係一張 single view 係咪可以滿足到唔同嘅 jurisdiction、唔同嘅 access？咧咁又係同埋個時間上面係平啲添，但係喺時間上面又會點樣處理咧？好多時候咧就係更問題會更加多咁樣，咁所以就嗯頭先所講啦，唔同嘅工具 multiple view 其實咧或者 single view 其實都會有機會帶嚟咗唔同嘅成本同埋風險。咁呢個咧我哋顧問同事都會幫到手。啊呢度有個 WhatsApp 啱啱收到個問題，就係話咧如果 FIC 咧第一代就咁樣即係傳咗俾第二代啦，喺個管理同埋持有嘅時候。嗯咁第嗯，二代可唔可以再傳嘅時候，即係譬如第得啊，三代咧，係啦，得啊，可喺咁以啊，我嘅情況之係啦，係咪就要嗯交當係交 capital gain tax 定係點樣咧？唔需要，唔需要，唔需要。我而家最細嗰個客應該大約係6個月大。我哦，OK，我我嘅 client 啊，OK，因為佢第一代就係阿爸阿媽，第二代係就係阿仔阿女，OK，咁跟住然後係係，孫仔孫女就係第三代。當我哋成立 FIC 嘅時候咧，可以已經有 multi generation 嘅 shareholding，咁即係話當阿爸阿媽離世，終有一日離世嘅時候，阿仔阿女就會頂上阿爸阿媽嘅位置，而阿孫仔孫女就會移上一級，咁所以唔會有個 capital gain 嘅，OK，佢只不過係自然去離世。咁當然啦，FIC 我哋亦都可以每隔幾年，好似頭先阿 Ricky 所講嘅就話，好似個 will 咁，我哋亦都要去 review 一下，仲合唔合適咧？OK，咁我哋都會建議客戶每一啲人生嘅大事、家庭嘅大事，甚至乎每5至8年都去 review 一下啦。明白。咁我諗今晚最後一條問題啦，因為係啦，見到好啊，最後一條問題啦，咁就係話咧，頭先有講過咧，好開頭嘅時候就係話如果自己公司，因為我哋見到好多嘅移民嘅人士近呢一兩年都特別，都係香港有公司，跟住之後咧就要移民啦咁樣。咁我香港公嗯司繼續營運嘅，咁所以就每年派股息咁樣啦。咁啊頭先嗯，有提過，如果股息睇下可唔可以咧喺呢個稅務年度裏面咧早啲派俾自己先啦咁樣。折多啲，咁呢嗯哼。個係啦，就知多啲啦咁樣。咁但係有第二個問題就係，究竟有冇空間點樣去管理之後有冇係啦嘅長期股息咧咁樣嘅，即係長期呢啲 dividend 嘅咧？如果嗰個係即係誒香港式嘅人揾，有嘅，好咁我諗變相咧就係話頭先你點樣去管理全球嘅資產啦？OK，公司派股息俾你，OK，咁你係咪一定要嗰筆股息開飯先？OK，派就係公司嘅策略啊嘛。OK，你李嘉誠要派股息俾我，唔通我話代唔代咩？OK，咁我代嘅時候，但係如果係咪真係直接入去 Oscar 個袋咧，定還是我哋有另外一層嘅 layer，例如喺英國嗰度開一間有限公司，然後嗰啲錢 hold 住喺間有限公司度先，OK，然後到真係好似我咁。55歲、57歲、75歲，我真正退休嘅時候先至 draw down 嘅話，咁我咪有個緩衝區，唔使下下一嚟就 hit 落去我個 personal tax 度咯。明白明白。好，咁喂，多謝晒 Oscar，今日喂，唔好客喺氣，OK，星期五聖誕前都仲要捉住你喺度，因為我唔想一拖就拖到1月啦，如果咁樣落去，係啊，咁係啊，樣新新係啦。鮮好啲嘅，係啊，係啊，多謝 Oscar 啦，咁亦都多謝今日咧出席嘅每一位嘉賓啦，星期五嘅夜晚啦，都出席我哋呢個 seminar 啦，咁我相信咧呢個 webinar 啦，咁相信咧今日嘅資訊咧好充足啦，亦都可以俾到大家啲 insight 嘅，亦都再重複多次啦，咁我哋嘅顧問同事啦，亦都咧會 send 頭先個 QR code 同埋條 link 嘅，咁如果咧想安排啦同阿 Oscar 嘅團隊啦去做個 consultation 嘅，咁咧就喺禮拜一之前啦就通知我哋嘅顧問，咁我哋就會就去安排個時間咁樣。咁如果你個移民個時係好趕住要移民前要做啲 planning 嘅，早啲同我哋顧問講聲，咁睇下阿 Oscar 團隊早少少去做個 planning，因為 Oscar 都係全年無休噶啦，咁樣咁所以應該盡量安排，佢呢排都好忙咁樣係咯。好係啊，好，冇問題啊。不過我都係再一次嗰句要量草先行，所以唔好移咗嚟先至走去解決啲錢嘅問題，係解決咗啲錢先，跟住先至上飛機。呢個係真係golden rules 嚟㗎。
係啊嘛，人難行啲，錢其實而家匯錢都好快啫，係咪？錢係咯，即係係啊，錢係啊，量咗先行，明白明白。係啊，好啊，咁啊，多謝多謝 Oscar，晒你多謝各位，，Vicky，OK，下次見，拜拜。拜拜，thank you。